各位朋友，您是不是也相信每天一杯优格就能顾好肠道？其实，在我30多年的内科临床里，我看到的确是另一面。便秘和腹泻交替，肚子长得像鼓，甚至大肠镜下发现场黏膜正在慢慢发炎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养生，但肠道却在悄悄失衡，就像一座花园只种同一种花，短期看似整齐，土壤却越来越贫瘠。想象一下早餐的画面，一碗白粥配2样小菜，再来一杯看起来纯白的优格，您觉得安心又健康。但真相是，肠道需要的是多元菌从纤维，而不是每天用同一种乳酸菌硬撑。长期下来，肠道就像水管被同一种清洁剂反复冲洗，表面一时前进，内壁却变得脆弱，最后问题一个接一个。我是李医师，行医超过30年。今天我要把这个优格最养生的迷思摊在阳光下，朋友们，这不是要您恐慌，而是提醒您别再被单一的观念牵除走。现在离开，您会错过一个正在悄悄发生的危险真相。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输入1；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您的回馈会帮助我决定未来要不要继续做更深入的主题。而且我保证在影片最后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，让您还能享受优格的同时，也能保护好肠道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揭开3个最常见的优格神话，看看到底哪些地方被误解最深。朋友们，在台湾，优格几乎已经成为健康的代名词，很多长辈每天早餐一定要来一杯，觉得这样肠道就不会出问题。但在诊间，我常常听到几句重复率最高的说法，而这些正是需要被厘清的神话。第一个神话，无糖优格一定健康。许多人以为只要买无糖的就能放心，但事实上，很多无糖优格会额外添加人工甜味剂或增稠剂，长期下来依旧可能干扰肠道菌丛。有些患者告诉我，医师，我都选无糖的，怎么还会胀气？原因就是忽略了配方里的其他成分。第二个神话，益生菌菌数越多越好。不少广告强调每瓶含100亿乳酸菌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但肠道需要的是多样化，而不是单纯数量多。就像市场里只有一摊蔬菜，不管老板多热情，还是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菌种太单一，反而会压制其他共生菌，造成失衡。第3个神话，腹胀拉肚子是好转反应。有些人开始天天喝优格后，常常拉肚子，却被朋友告诉这是肠道在排毒，很正常。其实并不是。对很多乳糖不耐的人来说，这是肠黏膜受到刺激的警讯，而不是排毒。如果继续忍耐，肠道反而会受更大伤害。第4个神话，只靠优格就能养出好肠道。不少长辈坚持每天1杯胜过吃青菜，但优格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，而纤维正是益生菌最需要的养分。没有纤维，益生菌就算进到肠道也活不久，结果变成喝进去排出去，效果有限。朋友们，这些神话听起来很合理，但缺乏真正的科学依据。熟悉的味道并不等于没有风险。接下来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看懂肠道菌从背后的生态机制，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单靠优格无法真正养好肠道。朋友们，肠道里的菌其实就像是一个绑大的生态系，在显微镜下，我们可以看到超过1000种以上的细菌，它们彼此分工合作，有的负责帮助消化淀粉，有的专门分解纤维，有的则能制造维生素 B 群、K 群。
甚至参与免疫系统的调节。换句话说，肠道菌丛就像是一个热闹的市场，什么摊贩都要有，才能维持平衡。如果市场里只剩下一滩乳酸菌，就算数量再多，也不可能满足全身的需求。缺了纤维分解菌，营养就进不去；缺了产短链脂肪酸的菌，免疫系统就会失去调控。就像水桶理论所说，水桶能装多少水，不是看最高的木板，而是看最短的那一块。肠道健康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很多长辈跟我说，我天天喝优格应该够了吧？但事实上，优格里的乳酸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真正让益生菌茁壮的是膳食纤维与益生元。纤维就像肥料，没有它，菌再多也活不长久。这也是为什么临床上我们常看到天天喝优格却还是便秘、免疫下降的人，大多数同时青菜、豆类、地瓜都吃得太少。肠道就像一座花园，您可以每天撒同一种种子，但如果没有阳光、雨水、肥料，花园很快就会失衡，杂草丛生。单靠优格，短期也许觉得肠道比较顺，但长期却让整体多样性下降，等于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生态系。朋友们看懂这个机制，就能理解为什么只喝优格不会让肠道真正变健康。接下来我要带您看看这样的失衡会带来哪些隐藏的危险。朋友们，您知道吗？很多人每天喝的优格看似纯白无害，其实里面藏着大量的隐形糖分。根据市售调查，便利商店常见的一杯优酪乳含糖量可能高达20公克，相当于4到5颗方糖。换句话说，您以为在养肠道，却同时把肠道喂成了坏菌的天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肠道里的坏菌最喜欢的就是糖，糖吃得越多，坏菌就越旺盛，益生菌反而被压制。久而久之，肠道环境就像是垃圾堆，越来越容易出现发炎反应。除了肠道本身，长期高糖也会导致血糖上升、体重增加，甚至让三高问题提早找上门。很多长辈疑惑，明明我每天都有喝优格，为什么血糖还是控制不好？答案往往就藏在这些甜味里。除了糖，还有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添加物为了让口感更浓稠、保存更久，有些优格会加入增稠剂或人工甜味剂。短期内也许不觉得有什么，但长期下来，对肠道菌丛的平衡依然可能产生干扰。有些患者跟我分享，他们改喝低脂加糖的版本，结果不但没有变健康，反而更常胀气，这就是典型的例子。您或许会说，我都喝无糖的，应该没事吧？其实真正要注意的不是标签上有没有无糖2个字，而是整体的成分表。挑选越单纯、越接近原味的产品，对肠道才越友善。朋友们，说到这里，我也想邀请您思考，您平常习惯买哪一种优格呢？是原味无糖，还是带点甜味的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也许您的经验能帮助到跟您有同样困惑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另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，乳糖不耐与肠黏膜的刺激。很多人觉得拉肚子是排毒，其实这可能是肠道在求救。朋友们，除了糖分之外，另一个常被忽略的陷阱就是乳糖不耐。您知道吗？台湾成年人当中，大约有70%以上其实缺乏足够的乳糖酶。乳糖酶是什么？它是一种小小的酵素，专门帮助我们分解牛奶里的乳糖。如果没有它，乳糖就会直接跑到大肠，被细菌分解成大量气体乳酸，结果就是腹胀、放屁、拉肚子、肠黏膜还会受到刺激。临床上，我常遇到这样的状况。有位66岁的太太告诉我，她每天早餐一定喝一杯优格，
以为这样肠道会更健康，但他却越来越常腹泻，甚至半夜肚子痛到睡不着。检查后发现，他正是典型的乳糖不耐。换句话说，他以为自己在养肠道，实际上却是在让肠道每天都受刺激。我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种情况：肠道就像一条水管，如果水管的接口松动，本来应该顺畅往前流的水，却倒灌回来，导致四处渗漏。乳糖不耐的人，每一次喝优格，就等于让肠道倒灌一次，时间一久，黏膜受伤，整个系统就变得越来越敏感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长辈误以为这是排毒好转反应，其实不是。身体真正的排毒系统是肝脏与肾脏，不是靠肠道腹泻。如果长期忍受这样的症状，肠黏膜的发炎会逐渐累积，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。朋友们，肠道健康不只是有酶有通便，而是整体的平衡。如果您或家人常常在喝优格后出现胀气、腹泻，那就不是在好转，而是身体在警告。那么究竟为什么只靠优格会让肠道越来越失衡？答案就在于肠道菌丛多样性的丧失。接下来我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看懂这个关键机制。朋友们，肠道里的细菌本来就应该像一个多元的社区，有能分解纤维的，有能产生短链脂肪酸的，有能帮助免疫系统打不该打的仗冷静下来的。这些菌种互相制衡，才能维持和谐。可是，当我们每天只补充同一类乳酸菌，就等于让某一群居民一家独大，把其他小店全都挤走。短期看，您可能觉得肠道比较顺畅，便秘减少了，但长期下来，多样性下降，反而会让肠道的韧性越来越差。一旦遇到压力或饮食稍有不均衡，就容易引发发炎、免疫失调。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做菌相失衡 （dysbiosis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肠道生态失去了平衡。想象一座花园，如果里面只有乳酸菌这一种花，开得再多再漂亮，也无法吸引蝴蝶、蜜蜂，更抵挡不了病虫害。少了其他植物的陪伴与互补，土壤会贫瘠，杂草就会趁机蔓延。肠道也是一样，只剩下单一菌种，健康的根基就会动摇。根据台湾大学医学院近年的研究，肠道菌相的多样性与免疫稳定、代谢功能密切相关。研究团队发现，过度依赖单一发酵乳制品的人群，炎症指标比多样化摄取蔬果纤维的人更高。换句话说，每天一杯优格看似保健，却可能在无形中增加发炎风险。在我的门诊里，也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。有些病人天天喝优格，但仍然出现疲惫、便秘与腹泻交替的状况。当我仔细询问他们的饮食内容，才发现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喝优格，而是在于几乎只靠优格而缺乏其他能养菌的食材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，肠道健康靠的不是单一明星食物，而是整体饮食的平衡。接下来，我要带您认识一位真实的病人，他的故事或许能让您更清楚看到这个问题。在我的诊间，有一位病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陈先生62岁，住在台北。他退休后开始非常注重养生，每天早餐固定喝一杯优格，觉得这样就能顾好肠胃。他的女儿还特地帮他订购进口品牌，标榜高菌数、零脂肪，让他更安心。然而半年下来，他却发现自己的肠胃越来越不稳定，时而便秘，一蹲就是20-30分钟，时而腹泻，一天跑厕所4-5次，肚子常常鼓得像打鼓一样，整天觉得疲倦，晚上也睡不好。太太陪他来看诊时，无奈地说：“医师，他每天都很乖地喝优格，怎么会越喝越糟？”
我为他安排了大肠镜与抽血检查，结果显示肠道有轻度慢性发炎反应，免疫指标偏高，但没有明显的肿瘤或溃疡。这样的结果正是菌相失衡的典型表现。换句话说，它并不是酶在养生，而是方式出了问题。我耐心解释给他听，优格里的乳酸菌不是坏东西，但如果每天只靠这一杯，缺乏纤维、蔬菜、全谷与豆类，就等于让肠道少了其他菌的养分，长久下来反而会造成整体失衡。在我的建议下，陈先生开始做出几个调整，早餐不再只喝优格，而是加上一份地瓜与炒青菜，午餐多吃豆类与糙米饭，优格改成无糖的，每周喝2-3次就好。同时尝试加入发酵食物，例如少盐的味噌汤、纳豆。2个月后回诊，他告诉我，医师现在大便比较顺，肚子也不再一直胀气，晚上终于能一觉到天亮。朋友们，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关键不在于优格好不好，而在于怎么吃、怎么搭配。单一的迷思常常让我们忽略真正重要的部分。那么，专家们对于这个现象又有什么看法与数据佐证呢？朋友们，临床案例之外，医学界对于优格的观察也给了我们重要提醒。台湾荣总消化内科的张永谦医师在一场公开演讲中提到，优格是一种不错的食品，但它绝不是万灵丹。真正决定肠道健康的不是单一乳酸菌，而是多样化的饮食与足够的纤维。根据2022年台湾的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显示，台湾成年人平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取量仅有建议的一半，也就是说，多数人每天都在菌没有食物吃的状态下生活，即使再多的优格也无法补足这个缺口。相反地，长期过度依赖优格而忽略其他食材，肠道菌丛的多样性会下降，发炎风险也会增加。另一个数据同样值得注意，市售常见的优格产品中有超过60%含有额外添加糖或人工甜味剂。很多长辈因为标签上写着低脂无脂就放心购买，却忽略了成分表里长长的一串添加物。这些东西虽然不一定会立刻造成伤害，但对敏感的肠道菌群来说，长期累积就像在生态池里不断清倒废水，破坏平衡。朋友们，我常常说，知识就是保护自己的盾牌。当专家与数据都在提醒我们，单靠优格并不等于肠道健康时，我们更需要回头检视自己的习惯。您或您的家人是不是也习惯每天一杯优格，却很少吃青菜或豆类？在这里，我想邀请您参与讨论，除了优格，您平常还会吃什么来顾肠道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做法，或是告诉我您想看的延伸主题。您的经验不仅能帮助更多人，也能让我们一起找到更实用的解决方案。接下来，我要带您回到影片的高潮。当肠道菌丛失衡时，它不是静静等待，而是在悄悄死亡，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关键。朋友们，当我们谈到肠道正在悄悄死掉，并不是危言耸听，临床与研究都在提醒我们，当肠道菌丛失去多样性，整个生态系就像是一座花园，逐渐荒芜。表面上看似还有绿色，但走近一看，只有单一的植物勉强撑着，土壤前列，杂草丛生，蝴蝶、蜜蜂早已不再停留。肠道也是一样，当有益菌被压缩，只剩下少数菌种，原本负责产生短链脂肪酸、保护肠黏膜的菌群消失了，结果就是免疫系统缺乏调节，开始出现过度反应，容易过敏，常常发炎，甚至连普通的感冒都要拖很久才好。更严重的是，慢性发炎本身就会增加大肠癌与代谢疾病的风险。在我的门诊里，
我看过不少人像台北的陈先生一样，明明每天都很努力喝优格，却换来越来越疲惫的身体。这不是因为优格不好，而是因为我们错把单一方法当成完整保养。当肠道里的菌从一点一滴被掏空时，身体也在一点一滴失去保护力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过程往往没有立即的警告，就像水管被锈蚀，不会立刻崩塌，而是慢慢变薄，直到某一天整条爆裂，造成大麻烦。肠道失衡的累积，往往在多年后才显现，等发现时，可能已经演变成慢性病，甚至癌前病变。朋友们，听到这里，您或许觉得心里有点沉重，但我要强调，这不是要您恐慌，而是要提醒您，只要及早调整，就能让肠道重新找回生机。那么，究竟该怎么做，才能既保留优格的好处，又避免走向失衡呢？接下来，我要分享3个具体的方法，帮助您和家人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朋友们，说到这里，您可能会问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完全不能喝优格了？答案是，不需要这么极端。优格本身不是坏东西，真正的问题在于吃法不对。只要调整方式，就能保留它的好处，同时避开风险。第一，选对产品，优先挑选无糖、原味、成分单纯的优格，避免长一串人工添加物。原料表越短越好，最好就是牛奶、乳酸菌2种。第二，控制分量，每次1小杯，大约150毫升，1周2到3次即可，不必每天都喝，量太多反而造成肠道压力。第三，搭配纤维，单靠优格不够，记得同一餐至少加2种纤维来源，例如地瓜、青花菜或糙米、木耳，这样才能给益生菌真正的食物。第四，轮替食材，除了优格，也可以选择其他发酵食物，少盐的纳豆、低盐味噌汤、德式酸菜，甚至康普茶，透过多元化，才能养出多样化的菌群。第五，照顾生活，适度运动，早睡早起，减少压力，这些都是让肠道菌从恢复平衡的重要条件，光靠吃是不够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给您3个立刻可以开始的行动。今天就把冰箱里高糖的优格替换成无糖版本，把每天一定要喝的席灌掉整味，每周2、3次。明天的早餐试煮在优格旁边加上1份炒青菜或半条地瓜。朋友们，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，而是一步一步改变。当您开始做小小的调整，肠道就会给您回馈。更重要的是，您也在为家人的健康投下最实际的一票。接下来，在影片的最后，我要和您总结今天的重点，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，帮助您更安心地享受优格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一个普遍的迷思，每天1杯优格并不是肠道健康的保证。相反地，如果忽略了纤维与多样性，肠道就会像一座只剩下单一花朵的花园，表面上看似整齐，实际上正在一点一滴枯萎。健康不是靠单一食物堆出来的，而是靠整体的平衡。优格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部分，但不能是唯一的依靠。真正能守护肠道的是无糖优格、多样纤维、轮替发酵食物，再加上规律生活。只要愿意调整，风险就能大大降低。在这里，我要对现我的承诺送上一个简单的小秘诀：早餐白粥搭配1盘炒青菜，再加上1小杯无糖优格，每周2、3次即可。这样不仅能保留熟悉的味道，还能给肠道真正需要的营养。小小的改变，往往就是健康的转捩点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把影片分享给家人朋友。也许您的分享就能帮助另一个人避免遗憾。最后要提醒，本影片仅供健康资讯参考，
不能取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您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，请务必与主治医师或营养师讨论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。愿您和家人都能肠道健康，生活顺畅，平安喜乐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